喺呢個影片呢，我會教你如何申請預付卡。但係咧，如果你仲未設定你嘅電子錢包嘅話咧，請你睇返之前另一個影片，教你如何設定電子錢包先嘅。好啦，如果你要申請預付卡咧，先嚟到 worldventures.global-ewallet.com 嘅網站，然之後填上你嘅 World Venture 會員號碼同埋密碼，然之後咧就撳 log in。入咗去電子錢包嘅後台之後咧，右上角可以選擇語言，我哋選擇中文。咁版面咧就由英文變成中文啦。按一下呢個按鈕預付卡，跟住左下角咧就寫住訂購預付卡嘅地方撳一撳。跟住你要核對資料，選擇你嘅國家，我哋而家喺香港，所以選擇香港。然之後咧選擇你嘅預付卡，然之後撳選擇。好啦，卡上面嘅名字核對一下。再落去咧就係郵寄地址、電話號碼、出生日期同埋電郵，都正確嘅話咧繼續落去。身份證明嘅證件，你可以選擇政府頒發嘅身份證啦，或者護照或者其他護照。然之後呢度選擇寫好你嘅號碼。最後咧呢度 click 一 click，表示咧你嘅資料咧已經係正確無誤啦。跟住咧就撳繼續。跟住咧版面會出現一頁咧係等你核對資料嘅，所有都正確嘅話咧就去到底，然之後撳確認。呢一個時候咧，版面咧就由你嘅電子錢包後台咧跳到 Play 呢一卡嘅版面啦。跟住右上角可以選擇中文，跟住再作最後一次核對資料，你嘅名啦、電子 email 啦、你嘅出生日期啦，然之後撳下一步，你嘅地址啦同埋電話號碼，再撳下一步，最後咧就係你嘅登入密碼。然之後，你嘅安全問題可以呢度選擇唔同嘅安全問題。然之後咧寫上答案，再撳下一步。最後一頁啦，幾乎完成啦。就選擇你嘅出生國家、國籍、政府嘅身份證類型，可以度選擇好，然之後填上資料。最後嘅地方咧，呢三個咧都要剔上，表示咧你係同意嘅。最後再撳完成。好啦，恭喜你啊！你嘅預付卡申請已經完成啦。預付卡會直接郵寄到你嘅香港登記地址，就係咁簡單啦。